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民数记33章38节到39节，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若真心遵守。雅各书是一本非常强调信仰实践教导的书卷。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对基督徒的教导及提醒非常的直接并且清楚。但是我们知道非常可惜的是，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中呢，将雅各书评为没有价值的一本书，因为它是以福音性为基础，他用因信称义作为核心来评论新约圣经。但是事实上，雅各书的强调的行为并不是称义的首要条件，而是信心的实践，那是在后面的。雅各所强调的行为是信心的验证。事实上，保罗也强调信仰的实践。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，就要像为基督而做。这是雅各书所强调的行为，就如同雅各书第2章第14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我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，却不能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，有什么用处呢？那信心能救他吗？雅各又在雅各书第2章17节到18节这样说道：同样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但是有人会说，这个人有信心，那个人有行为。我要回答你，给我看那没有行为的信心。我要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。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。信心是需要有行为实践来证明的，否则嘴巴说相信也无法被证明出来，因为没有见证的信就是虚伪的。如果我们愿意真心的顺服，那才是真信徒。福音书的时代，有一群人时常拿着诫命来要求别人，结果自己却不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事实上，在现代教会基督徒里面，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存在。他们喜欢拿着诫命法规去要求别人来遵守，自己却活得像是一个化外之民，好像说跟我都没有关系哦。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书需要那么的强调行为见证的重要性，因为信心绝对不是用嘴巴说说而已，必须要能够实践的。因信称义是根据保罗的教导，我们在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第9节保罗提到的。至于在血统上作为我们先祖亚伯拉罕，我们该怎么说呢？如果他得以被称为义人，是由于他的行为，他就有可夸口的了。但在上帝面前，他并不能夸口。圣经上说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他的信，上帝认他为义人。
做工的人得工资不算恩典，而是他应得的。但是那信靠判罪人无罪的上帝的人，上帝要因着他的信，而不是因着他的行为，使他跟自己有合宜的关系。大卫所说，那不靠行为而蒙上帝认为义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，那过犯蒙宽恕，罪被赦免的人有福了，那罪过不被主计算的人有福了。大卫所说的这福泽，只是属于受割礼的人吗？不是的，他也属于没有受割礼的人。因为我们已经引证圣经的话说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他的信，上帝认他为义人。接续的，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到12节的经文，这样提到亚伯拉罕的信。希伯来书说，由于信心，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，去到上帝应许他要赐给他的地方。他离开本国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借着信心，他居住在上帝所应许的地方，以地作客，跟领受上帝同样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住在帐篷。因为亚伯拉罕盼望着那做上帝所设计、建造、根基永固的城。由于信心，虽然撒拉不孕，也过了生育的年龄，她仍然得到生育的能力，因为她相信上帝会持守她的应许。虽然亚伯拉罕已经死了，似乎已经死了，从他一个人所传下来的子孙，却像是天上的星星，海边无数的沙粒那么多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他跟随上帝的带领前行。希伯来书说，他当时候要去哪里都不知道，他就已经跟随上帝了。这就是雅各书所强调的行为对信心之验证。信心的实践的确是非常重要的。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今天的经文明白的教导：你们若遵从上帝圣经上所记载爱人如己那新国度的法则，那就对了。但是你们若凭人的外表待人，就是犯罪。法律要判定你们是犯法的。谁违背了法律中的一条诫命，就等于违背了全部的法律。因为那位命令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。尽管你不犯奸淫，你杀人就是违背法律。既然你们要受那使人得自由的法则所审判，你们的言行就要符合这标准。因为上帝审判的时候，不会以仁慈那些不仁慈的人，然而仁慈胜过审判。雅各说要实践爱人如己的诫命法则，因为耶稣基督也这样教导，要求门徒们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是你们的老师，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应当要彼此洗脚。耶稣基督的诫命又要求我们说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了。
雅各书说：你们若遵从上帝的记载，爱人如己那新国度的法则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基督徒必须要活出诫命，要能够实践，要有生命的见证。透过我们实际遵从上帝的诫命法则，那我们就能够证明我们是真基督徒了。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拯救我，我就能够回答侮辱我的人。因为我信靠你的话，求你使我能够时时讲述真理。因为我的希望在乎你的法则，我要继续遵行你的法律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。我要向君王宣讲你的命令，我并不以此为耻。我以遵行你的命令为乐，因为我喜爱他，我尊重并喜爱你的诫命，我要思想你的教诲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将因信被称义当成我们推辞拒绝的理由、借口。让我们不要拿着诫命的刀朝向别人，而是成为自我要求的标准。祷告，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